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好好运动的时间，我是联心国际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天老大家共下来运动的有林正刚物理治疗师，以及高景荣老师，是我们的 Niki 老师。准备好吗？也好，来做运动咯。运动以前，你先来做暖身操。好，开始呢，从因为跑步一样哈，让两张鼠标啊，我们身体的两侧，好，从阿用呢放在两侧。好，等一下走的运动是鼠往前摆，对，90度，好，勾往后，一样90度哈，然后这样慢慢呢往前后摆，对，很好，勾了一边哦，好，对，90度。好，放轻松，然后脚也强容后来把左脚开起来，对，整脚一样90度哈。然后我们现在鼠和脚强好了走一边哦哈。好，来开始哦，右手，好，一起，听等老师强好了走。好，那速度不是按加，走得慢慢的走。好，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哦，一定要保持你的平衡。注意安全哦。如果说你的脚看起按够，你可以把它放矮一点，放矮一点也可以。好，那鼠一样可以的话是请留，让它摆荡的比较大一点点还常常寸都好，还有不对哦，很好。好，或者是呢，如果你好快了你可以像我一样，速度好慢的哦，只要原地踏步也可以哦。我们走到我们的暖身。好，你感觉你的身体越来越热了没有？好，有的话呢，我们慢慢的休息一下把两只脚呢打开。先从左边开始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七条溜溜的往下弯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把我们的脚鼻内侧的肌肉慢慢的拉一下。好，在这边停留3秒钟。1、2、3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整片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往左边来好，一样七条微弯。好，我们拉的是整脚的内侧。好，在这个地方一样来停留个3秒钟。1、2、3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。狗走一边哦，来吸，好走。好，溜溜的觉得我们的内侧好镜头来到有滴滴的痕痕。好，再回来正中央。好，左边来，很好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讲鼻子吸，好，嘴巴吐。动后好，回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前推的动作来，整脚吹起弓箭步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数，抬起来，对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表下来。好，搞了一遍哦，吸，吐气往上，很好。好，我们吸一口气，再往上拉，向后背，给我拉一下，对，很好哦，加油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数慢慢的表下来。你往左边搞了一遍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左边弓箭步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上，对，数往天花板的方向拉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下来。好，我们要做更厉害的来吸气，吐气往上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还不能够往后面，加油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给我慢慢的下来。好，搞了一遍，吸。吐，很好哦。
好，吸气，吐气下来。有感觉身体热起来吗？我们准备来走人头喽。暖身运动做好咯，你也好了，开始走人头。今天我带大家走的人头是改善肌少症。好，肌少症是嘛个嘞？就是我们肌肉里面的蛋白质流失。所以用呢就冇力嘞哈，所以今天走在了走的运动呢，就是让你的肌肉肌肉会很啊有力。你只不卡走在轻只滚呢，哈，那滚呢莫按冲，走得好强的哈。然后我们来开始做运动喽。好，首先呢，两只脚绕肩头平。好，轻只滚呢，来我打这来示范一下哈。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。独食亚片出力，用髋关节开始走人头，然后滚呢，沿着我们的大腿的前侧，慢慢呢往下滑，嘿，滑到哪里呢？你膝头会下背，好，从你有凑点呢的动作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呢，一样滚呢，沿着抬脚鼻的前侧往上滑，好，到这前面到我起起来的时候，你屁股会夹一下，出力夹一下。好，过来走一遍了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滚呢，慢慢的往下滑。哦，记得咯，你的膝头不要超过我们的脚尖，好，不然呢膝头会受伤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往上。对，好，准备夹一下，对，夹起来。好，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，慢慢的，好。这边从要凑点呢，然后往后背，慢慢的凑下去，很好。再七条下背，到七条下背听一下，然后慢慢的沿着抬脚鼻的前面往上滑。好，最后面，嘿 ，NS 我夹一下，给它夹起来，出力，我们的臀大肌有出力。好，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往下。对，往下滚呢，滑到我们的膝头下背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再慢慢的，嘿，臀大肌、臀的中肌出力夹起来。好，注意哦，做动作的时候，因为你的卡滚呢，所以肩头莫耸肩，不然呢会腰酸背痛。好，再来一次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go往下。好，再来吸气，吐气，慢慢往上滑，嘿，够慢。好，再来夹起来，很好。最后一次哦，吸，吐，对，很好，加油。好，到这里停。好，够慢慢的滚呢，往上滑。对，好，屁股夹，用力。OK。好，这是我们练习你抬脚鼻的力量，还有臀部肌肉的力量哈。过来呢，我们一样哈，卡点滚呢放在我们的胸口前面，来打这示范一下哈。然后往前，整个往前跨一步，好，成一个弓箭步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你身体有气气，然后以身体这个直线呢。走脚慢慢的往下哭，对，很好，好。这时候如果说你的力量不够，你是从安哭一板时候，好，如果你很厉害的话呢，从正刚老师啊或 Niki 老师一样，走在哭哈哈一点了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go放起来。好，来脚收回来，过来走一遍哦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整脚扛一步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慢慢的哭下去。对，很好哦，肚子要用力哦。这时候肚食会出力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给我起起来。好，整脚转来。好，我们现在换走偏。走偏一点没有训练哈，来走脚扛出去。很好，来吸气。吐气的时候，慢慢的哭下去，对，身体要有气气。
好，在这边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慢慢的起来。好，来手脚收回来，搞到一边哦。好，吸，吐，对，好，呼下去。好，身体记得咯，身体要起气。好，在这边维持一下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起来，手脚收回来。很好，我们过来走一遍哦。好，左脚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呼下去。对，身体气气呼下去，以这边为轴心，呼下来哈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起来，把脚收回来。好，你有走对呀。那接下来呢？你还会走一招运动，就是像举重一样哈，绕滚呢。把它举上去哈，好来，可以长一样，两只脚绕那个跟头平，好，把滚呢放在我们的胸口，好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慢慢呢，让滚呢耸啊头顶上，好，这时候肚丝要用力，要收紧，肚丝莫凸出来哈，好来吸气。吐气，慢慢呢，给表下来。好，身体不要晃，好，肚丝也要收紧。好，再来一次吸，吐气，用鼠鼻的力量，对，往上推，好，推起来，很好。好，来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慢慢呢。用背弄的力量呢，把棍子收下来。用背弄的力量哦，哈，好，过来一边哦，吸，吐气的时候，棍呢耸上去，对，慢慢呢耸上去，很好。来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慢慢呢表下来。用背弄的力量把它放下来哦。好，搞到一边哦。好，吸，吐气往上耸。哦，肚丝用力，再来加油，在这边停留一下3秒钟。1、2、3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慢慢呢，肚丝用力。好，背弄出力了滚呢，拉下来，很好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做划船的动作哈。来，我们把整脚寸出去，像一个弓箭步。好，一样滚呢，拿在你的胸脯前面哈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拉滚呢，耸出去。好，鼠鼻而出力，身体莫晃动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滚呢收回来。很好，搞到一边哦，来吸，吐气，推出去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狗收回来。好，肚丝够力咯，再来一次哦，把身体的重心表来你的整脚，吸气，吐气，推出去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收回来。很好，勾走一边哦。好，来吸，吐气，推出去。出力咯，重心表来右脚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再回来。紧给我收回来。好，我们调整一下呼吸，休息一下。